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13号。这一期咱们聊一聊中东局势这个早上一觉醒来又出大事了这媒体是铺天盖地的消息对伊朗动手了。以色列国防军对伊朗发动了狮子的力量这个大规模空袭，代号为狮子的力量。以色列国防军就伊朗问题发表了一个声明，它这声明挺长的，说根据以色列政治高层的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发动了一次先发制人、精准协同的军事行动，旨在打击伊朗的核计划，并回应伊朗政权持续不断的对以色列的侵略行为。短时间内，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机完成了第一阶段打击任务，目标包括伊朗多个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其中涉及核相关设施。根据媒体报道这个狮子的力量行动是旨在摧毁伊朗的核能力，当然还有它核相关的什么发射能力动员能力等等大约在30分钟内，数十架以色列空军战斗机袭击了伊朗的各地的军事目标，不仅仅是德黑兰总部，还包括被消灭的军事指挥官、核设施和弹道导弹。以色列方面的说法这只是一场开场打击，这是序幕，行动还将持续下去。以色列国防军还称近几个月来，伊朗的核武器竞赛已经被侦查到，其秘密实验和组装每过一天，追踪该计划就更加困难。根据以色列人的说法伊朗拥有的核材料足以在几天内制造15枚核弹。以色列国防军还袭击了弹道导弹发射场，他们拥有数千枚能够在以色列境内制造弹坑的导弹，并计划在未来1年内将这一数量增加2倍。按照以色列方面的说法无论伊朗在核方面取得什么成就和进步但是在这个弹道导弹对以色列的威胁这一块，那是实实在在的生存威胁，也就是从伊朗境内很多地方可以发射导弹，轻而易举的击中以色列，对以色列构成了生存威胁。另外以色列进入吸收警戒状态，以色列军方警告民众要格外警惕，并应对伊朗的猛烈炮火。楼梯不够用，只有营部和掩体，我们可能会被占领，但伊朗将不再拥有核武器和其他能力。以色列全国进入警戒状态。按照以色列的说法以色列军方表示伊朗目前正处在一个战略的困境，一个难得的机会正在转化为历史性机遇。以色列正处于无可挽回的境地。以色列已经揭露了伊朗通过其代理人摧毁以色列的完整计划，该计划仍然存在，并且正在通过地面入侵和四面八方的炮火推进。按照媒体说法，以色列说打击这个伊朗之前已经通知了美国，并已经进行协调，但行动期间的合作尚不明确。也就是以色列对伊朗发动这个代号为狮子的力量先发制人打击后立马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而伊朗方面呢，伊朗的防空部队宣布全面启动作战能力，伊朗核问题紧张局势急剧升温。根据美国 CNN 的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在召开内阁会议。法新社引述伊朗国家电视台消息说由于伊朗首都德黑兰周边地区发生巨大爆炸，伊朗伊玛目霍梅尼国际机场航班已暂停起降。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星期五凌晨3时20分左右，德黑兰多地传来巨大的爆炸声，但未提供细节。当地时间6月12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表声明表示，以色列当晚对伊朗采取了单方面行动，美国没有参与对伊朗的打击，美国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在该地区的美军安全。卢比奥称以色列告知美国，他们认为此行动是出于自卫的需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及其政府已经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保护美国军队，并与地区伙伴保持密切联系。卢比奥明确表示说伊朗不应将美国利益或美国人员作为目标。这个特朗普在以色列发动这个先发制人打击也就是代号为狮子的力量这个行动之前也是12号，他在白宫答记者提问的时候，他都说了他说以色列可能会袭击伊朗，中东存在发生大规模冲突的风险。特朗普说他不想说袭击迫在眉睫，但看起来这很可能会发生。特朗普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特朗普同时还表示他不希望以色列在美伊就伊朗核问题举行谈判期间
采取军事行动，这会毁掉谈判。先由特朗普，对吧？这个警告，向媒体放风，以色列很有可能会发动这个打击。那以色列打击完之后呢，卢比奥出来啊，撇清关系，赌咒发誓啊，这跟美国可没关系啊，你们要报复，不能以美国人或者美国利益为目标。卢比奥为什么急于出来撇清这个关系呢？把自己摘出来啊，把美国摘出来，恐怕有几个原因啊。一个确实啊，担心这个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啊。伊朗在报复以色列的同时啊，很有可能啊，这个伤及这个美国人、美国利益啊。毕竟美国在中东啊，还有很多军事基地，那恐怕都在这个伊朗的导弹的覆盖之内，或者伊朗的这个能力啊覆盖之内。避免这些目标成为这个伊朗人打击对象。第二个是，他还在这里面掌握主动啊，也就是不想被动的被以色列拖到这个大规模的中东冲突之中，也就是他希望美国还是站在岸上，因为一旦美国被拖进去了，深陷其中那这个和特朗普这上台半年这个努力就相悖了，因为特朗普是美国优先，对吧？压缩开支减少海外投入，减少对海外的支援有关。第三个呢，也说明美国他不跟伊朗正在展开这个核问题谈判吗？他也不想这个就此终止，也就是外交努力还要继续。美国也立马采取了相应措施美国驻伊拉克大使馆开始紧急撤离外交官，美国正从科威特撤离其人员，驻巴林的美国海军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军人家属已经收到撤离的绿灯，也就是说那个驻巴林的美军的家属可以离开那个地方了。关于以色列要对这个伊朗发动这个先发制人的打击这个说法由来已久就在这个20多天前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也就是 CNN 爆料称，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美国获得的新情报显示，以色列正准备对伊朗核设施发动袭击，但目前尚不清楚以方是否已做出最终决定。也就是这个消息满天飞。特朗普在昨天以色列打击之前还说了，以色列有可能要发动突袭。伊朗外长阿拉格齐22日表示，如果以色列袭击伊朗核设施，伊朗将会追究美国的法律责任，也就是我要挨打了，我要找你美国。然后我们再看一看这个有关打击效果这网上这个说法很多央视新闻报道说这个当地时间13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侯赛因·萨拉米遇袭身亡，先把革命卫队的总司令给干掉了。还有传言说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被暗杀。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有未经证实的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个司令萨拉米遇袭身亡。另一则消息也在媒体上炸开了锅，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罕默德·巴盖里疑似在以色列的袭击中遭暗杀。随后这个央视又发了一条消息，说伊朗国家电视台宣称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未遭袭身亡，也就是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巴盖里还活着，目前正在战情室坐镇指挥所以这个消息比较多比较乱。以色列媒体报道，圣城旅负责人伊斯梅尔·卡尼已遭击毙。根据伊朗叫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核科学家穆罕默德·马赫迪·塔赫兰奇还有这个叫法里顿·阿巴斯遭以色列袭击身亡。我来谈谈我的看法这个小以对神棍国家终于发动了先发制人式的打击，这回可不是表演了。大家还记得去年双方有来有往，对吧？进行了按剧本表演的这种，一个是打击，一个是复仇，还搞了2回。双方那个烟花没少放，但是人好像是没有什么受伤的。好像是伊朗的报复还炸死了一个巴勒斯坦人吧，最后是大 A 买了单嘛，这我印象非常深刻。就大 A 请客然后全世界人民看了2场烟花表演。伊朗对以色列的这个报复那导弹最后都飞到海里去了，无人机飞哪儿就不知道。还有一些在半路上就被那个什么美军还有其他的什么防空力量，还英国的就给它摧毁了。总之挺热闹的双方面子都保住了。显然这一次是玩，至少以色列是玩真的。我到现在没看到说以色列它是几十架那个战斗机过去，有没有哪一架战斗机被打下来？就是以色列有没有什么损失？我不太清楚还媒体没报道。至少以色列人是这回打了，出手是认真的，真打了。那么接下来就看伊朗的反应，伊朗怎么回应？伊朗人喊了那么多年，对吧？让以色列去死，通过代理人哈马斯、真主党、胡塞武装、什么黎巴嫩发动针对
以色列的战争，也就是被这个国内的这些哈粉啊、真主粉啊、这个拖鞋粉，对吧？以哈马南老师为首的，被这些人所津津乐道的这个叫什么抵抗之虎啊，然后又是扯什么大国在那布局啊，专门收拾美国，要跟俄爹联手啊。总之这个大家可以都听到这种说法啊，对吧？他们就认为啊，大国在那儿专跟小以过不去，把那儿作为一个战场，作为一个舞台，通过打击小以来遏制美帝。如果这个说法成立的话，那这个布局就破产了，这个抵抗之虎没了。从这个叙利亚，对吧？这个叙利亚已经变天了，那个叙利亚的以前的恐怖分子，那个现在人家是总统，跟这个特朗普啊，那是相谈甚欢呐，互为欣赏。人家回去已经搞改革开放去了，回去叫祖拉尼吗？朱拉尼，那回去搞吸引外资去了，也不跟你搞什么抵抗之虎。到那个黎巴嫩真主党，不是腰子被炸坏了，就是蛋被炸掉了，要不就眼睛炸瞎了，已经弄不成事了。你指他们，对吧？都是那个残疾人了已经。再到这个哈马斯，那哈马斯刚搞出来一个领袖啊，一个首领一把手就被干掉了，对吧？那个哈马斯那个辛瓦尔还被，对吧？加多老师封圣了，现在就剩一个拖鞋军，拖鞋军也成不了事，对吧？除了朝那个红海发一发那个火箭弹，也干不了别的事。所以等把它表面的这些清除掉之后幕后黑手他一定会遭到清算。如果经常看我节目的应该知道在2023年10月7号，这个哈马斯发动什么阿克萨洪水行动就是在以色列那个音乐节上袭击平民抓了很多这个平民。就那一天我记得我做了节目我说这个以色列他要解决加沙问题，他肯定是要把那个加沙的哈马斯要斩草除根，他要一劳永逸的解决把哈马斯斩草除根之后他必然要顺藤摸瓜要把幕后的黑手，对吧？给他要打击他的能力，幕后黑手就是伊朗。所以你看现在以色列在加沙已经搞得七七八八了，那就要解决伊朗的这个问题了，核问题伊朗的这个核问题是悬在以色列人头上的叫达摩克里斯之剑。那为什么以色列要选择在这个时候动手呢？早不动手晚不动手。当然以色列人说得好他说这个伊朗现在已经具备了在短时间内制造15颗核弹的这个能力，而且他已经有这么多核材料了，原料而且他有这个技术。大家要看一看这个无论是俄乌冲突还是，对吧？这个1个月前的印巴冲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俄乌冲突一方有核武器，一方没有核武器，而且现在有核武器的这一方力量还强大，所以他这个战就没完没了，一方任意欺压另一方，因为你没脾气，对吧？我再差我有核武器，不行就跟你同归于尽。大家都忌惮他，都缩手缩脚的，所以就任由这个俄罗斯对吧？肆意妄为。这个印巴冲突，你看双方都有核武器，这就好办了，双方都有核武器，双方就大呼小叫的，假模假式的搞了几天，好了，消停了，才不会真打。双方都有核武器要真打那逼急眼了，真扔核武器，所以双方都知道。所以在这个态势下那以色列是坚决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所以这个伊朗的核武器问题由来已久。如果伊朗人拥有了核武器那只能是伊朗这个吊打以色列。什么叫吊打呢？就他有空他有这个能力，有这个实力，他就发动对这个以色列的这个围堵打压，对吧？他继续让他的这个代理人，让他的什么抵抗之虎拿钱拿武器跟以色列对着干，以色列也不敢找他清算，因为人家有核武器，对吧？你要清算我就送你一个核武器，那以色列就是永远处在被动之中那刚才说了，为什么以色列选择这个时候突袭呢？我个人认为这个以色列人也不讲武德，因为特朗普正在跟伊朗方面就这个核武器在谈判，而且这个特朗普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普京打电话，实际上特朗普就把俄乌问题、中东问题都混在一起谈，说白了就是普京和特朗普之间，美国和俄罗斯之间还要互相配合、互相利用，对吧？我帮你在这个俄乌这儿帮衬帮衬，对吧？你帮我在中东那儿协调协调。这个普京不已经答应了吗？对吧？要帮助这个一起说服伊朗。咱们以前做过节目说过这伊朗成了普京的投名状普京希望特朗普给他帮点忙，那诱饵是什么呢？大礼包是什么呢？大礼包就是伊朗。所以这个特朗普还眼巴巴的看着你普京给我协调协调，我跟伊朗两人把核武器这个通过外交手段达成一致。双方这不正在谈吗？双方正在这个要价就在这个时候，以色列先发制人，掌握主动权。大家想象一下实际上就是把这个叫换位思考。现在的以色列就像极了3个月以前的乌克兰。特朗普要跟普京去谈俄乌问题，却
不带乌克兰，那乌克兰人啥也不知道，他当然着急啊，对吧？担心你把乌克兰出卖了，事关乌克兰的利益，乌克兰却不能去参加，谁知道你谈什么呢？实际上一样啊，你看看伊朗的核问题，谁最操心啊？利益最大的、影响最大的是以色列，但是这个特朗普跟普京两人在那儿背后，对吧？掐马子，然后再跟伊朗去谈，这以色列人感觉自己使不上劲啊，这没有主导权呢，谁知道你谈出来结果对我有利还没利啊？所以干脆先发制人，我先给你炸了，你们接着谈吧。哎，这不像极了乌克兰吗？这乌克兰你们谈可以，反正我先炸我的。这乌克兰人搞什么蛛网行动，对吧？坚持用无人机打击这个俄罗斯的炼油厂、军用机场，某种程度上都是，既然你不让我上桌，那我自己，对吧？创造这种上桌的机会和上桌的效果，我就先发制人。所以这个特朗普就一直说啊，这以色列有发动打击的可能。你看看啊，本来这个核问题啊，跟这个以色列的关系更大，但是这个伊朗去找美国谈，美国也是牵着伊朗谈。另外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啊，我以前在那个俄乌节目里面给大家分析过，以色列迟早要对伊朗下手，或者是美国对伊朗下手，但是我不知道，但是节目里面分析的时候，我不知道是美国下手还是以色列下手。总之啊，这个伊朗挨揍那是肯定的。所以啊，你看迪保老人跟朝鲜啊，跟司令官签的那是什么协议啊？那就是军事同盟，也就是我挨人揍了，对吧？你记得帮我，哎，咱们通俗的解释啊。但是到了这个伊朗这儿，绍伊古，对吧？也是绍伊古去谈的，绍伊古跟司令官谈的，对不对？绍伊古要跟伊朗的这边先跟总统谈，那个总统叫顾总统啊，或者先总统，他不已经走了吗？莱西吗？直升机超载，你说找谁说理去？直升机超载死了，后来新总统，对吧？这个绍伊古也去谈，你说俄罗斯跟伊朗签的是什么协议啊？他谈的时间更长啊，因为这个俄罗斯真需要伊朗帮忙，什么沙赫德无人机、导弹，对吧？山寨版的这个导弹的炮弹，然后还需要他在中东啊帮着这个转移一下视线，搞点事情。伊朗对俄罗斯这个作用更大，但是恰恰普京跟这个哈梅内伊啊，他们签的是什么协议啊？那跟朝鲜那个差一截啊，朝鲜那个时候谁挨揍，对吧？另外一方都要帮他。这个普京跟哈梅内伊签的协议啊，哎，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谁挨揍，那你不能帮对方的敌人，这就算尽了义务。哎，比如说啊，这个现在伊朗挨了以色列的揍，好，那你按照这个条约啊，你俄罗斯可不能帮以色列啊，这就算你履约了。你说这叫什么事？为什么签这样的协议啊？我当时就分析过了，这就说明啊，这个迪波老人掐指一算，这伊朗挨揍那是肯定的，别到时候把自己拖到水里去了，对吧？打一个乌克兰就够呛了，这到时候就真的跟美国人干吗？或者跟以色列干，都占不着便宜啊，捞不着好处。再加上俄罗斯和伊朗毕竟不接壤，是吧？中间还隔着呢，所以你看跟伊朗签的那个军事那个什么协议，那就是擦屁股的纸啊，糊弄小孩的。我们说一说接下来会怎么办。首先这个打击啊，以色列的先发制人，咱们胡适已经买单了，按照惯例啊，这个单咱们叫先买为敬。就是咱们虽然不能直接参与，但是我们先把账给结了，这个仰仗啊，这全体的小散户，这个金融消费者。第二个啊，这个迪波老人开心了，可以说啊，迪波老人他是希望朝这个方向发展。你看刚才说了啊，那个签协议的事情，这个中东一乱，那么这个油价就要飙升。那今天啊，这个是不是石油价格已经涨了吧？这个油价一飙升，这谁开心啊？这不用说啊，这俄罗斯本来这个现在这个油价越打越低，越打越低，俄罗斯的这个财政支出啊已经是难以为继了。但是石油收入越来越低，油卖的越来越多，但是收入还越来越低，你说找谁说理？现在好了，现在已经有机构预测啊，这油价涨到$130一桶啊！伊朗只要把那个什么霍尔果斯这个什么海峡一封，对吧？中东的油就运不出来，油价飙升，直接获益的就是俄罗斯。所以说，普京早就在盘算伊朗那儿打起来，你说他怎么可能先把自己给绑上去呢？所以你看啊，当时我就觉得这伊朗挨揍那是肯定的。以色列打完了之后啊，把这事情这个烂摊子交给特朗普，你去处理吧。所以接下来还是美国人跟伊朗谈。就在我看来啊，这纯粹就是美国和伊朗谈核问题的时候啊一个插曲啊。以色列通过这个行动啊，获得一些主动权，就是我先帮你啊，你别谈了，我先帮你清除一部分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很难得到，所以我先呢把你去掉，清理，然后你们再谈。那这下好多了。所以啊，这个美国还接着谈，伊朗也没有办法，也得谈，硬着头皮啊要谈。但是伊朗会不会报复呢？大概率也要忍。伊朗的报复很有可能是象征性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神棍政权知道你要报复，就目前这个局面，报复的结果一定是神棍垮台，就这么简单。所以伊朗的报复一定是做样子，雷声大雨点小，对吧？这个就需要特朗普，需要美国出面去调和一下，对吧？这个人家神棍国家要面
面子啊，大哥要面子，能不能给点面子啊？至于那些什么革命卫队的那什么司令啊，什么圣城旅的那些人炸死了，那炸死就炸死了嘛，那本来他就是恐怖组织啊，对吧？这死的多了，谁一个个都要报复，那能报复得过来吗？那最早那是叫什么苏莱曼尼，这数都数不过来，所以说啊，不要当真，那个都无所谓，死了一个司令，那还就不过年了是吗？这伊朗的司令也多啊，所以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伊朗应该会报复，但是应该是象征性的，尤其是需要美国帮忙协调。但是伊朗报复之后，这以色列他会不会按照美国人的那个脚本呢、剧本去演？这又不一定了，因为以色列他恐怕最终还是看这个伊朗的核设施、核能力，对吧？你美国能搞到什么地步？也就是现在主动权在以色列手上，你伊朗没什么筹码，倒是普京希望把这事搞大，双方最好对吧？能正经的打起来，那这样对普京来说啊，这个就有点这个三战的意思了。那三战就是这样吗？这几个国家混战嘛，这叫三战，对吧？这10几个国家打俄罗斯一个，那不叫三战啊，那叫群殴。我大清向10几个国家宣战，怎么不叫一战呢？也不叫二战呢？伊朗的那些权贵家族，这个什么苏梅内伊吧，哈梅内伊，这他们的后代都在美国，对吧？这个很享受生活啊，所以给伊朗一点面子，给这个神棍政权一点面子，这事就过去了。最后我简单的总结一下啊，这个以色列先发制人打击这个神棍国家啊，实际上就是在美国和神棍国家进行核谈判之前，人家先锁定收益，我先自己给你炸了，然后你们再慢慢谈，对吧？后面呢再慢慢说，落袋为安，这个炒股一样啊。当然了，关于这个事态进一步发展啊，咱们继续关注。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